来看这个新北市永和发生重大的分尸案，死者是一个54岁男性。最开始是因为伊的同学一直找无伊的人，转去报警，才发现人死伫个厝内，而且是互分尸，讲头壳已经无看了。这位死者过去做过法警，甲妈妈甲大兄做伙大，妈妈已经过身，警方要联络伊的大兄，一直联络袂到。厝边讲9月初有看到死者的大兄拖行李箱仔出门，即摆是甲死者的大兄列为重要的关系人。案发现场由防搜线监测小组伫现场来回搜证，都伫昨暗时永和区发生分尸案，一位54岁查甫人红杀害分尸死伫厝内。接到民众报案，那指称他的男性友人失联，确实有闻到异味。那在紧急救援的情况下，有开门进入勘查，那初步有看到一具遗体。规件案件是死者的同学先发现无法度联络到死者，赶紧报警。警方到场发现现场怪味，请拍锁的来开门，才发现人伫房间内红杀害分尸，而且头壳无去。另外，死者的尸体竟然上塌伫房间的面床下骹，互人分尸，空喙阁是记畸形。警方继续追查，目前初步要甲和死者带做伙大哥列做重要关系人，因为伫案发了后，雄雄失联，找无人。行李箱他每次出门都有，出门回来都有。他问他说在车上什么时候？我给他说中午1点嘛，就这样问2次而已。现场他会看行李出去了，戴口罩，一大早啊。今时去翕到死者的大哥5号暗时6点外，人出现伫永和区，当时穿乌衫，而且有红色的行李箱仔，敢若是往台北市的方向离开。警方认为伊是重要关系人，而且这几天的行为真无正常。佮加上经过初步监视，案发厝内门锁无防破坏过的痕迹，死者死亡的时间大约是3到5天，现场嘛有防清过的痕迹。监视小组伫厝内找到6支刀仔，其中4支有较新，2支较旧，毋过监视凶器，阁会进一步采证，这些证据拢显示和死者的大哥有牵连。警方嘛唔敢大意，当咧继续联络，要请死者的大哥到案了解案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